甚至还可以。来，晚一点点。这地方痛吗？不痛。这地方痛吗？不痛。这里痛吗？不痛。这里痛不痛？不痛。这里痛不痛？你眼睛那点点痛，眼睛还是不痛。你要感觉是骨头痛，不是我压着痛。好，主要是痛这边。好，还做过别的手术吗？盲肠炎、盲肠炎。阑尾炎。哦，阑尾炎。我们咋说的？结核得过没有？没有。疟疾得过没有？什么？疟疾。没有，我身体好得很。高血压有没有？哎，高血有一点点。我身体好得很。冠心病呢？哎，有一点点，他就讲我是冠心病的先兆，反正内部的。好。但是我每天保证要吃几粒复方丹参的药。这个药。复方丹参的药，这个。我看一下。复方丹参的药。这是干嘛的？保护心脏的啦，你这都不认识啊？你当医生的。就是救心丸的。救心丸啊？哦。它吃的名称不同，有救心丸，有复方丹参的药，对吧？好。我吃的是复方丹参的药。好。他那种一个那种小药瓶上面什么字也没写，我确实是不知道什么药。但是他如果说讲那种药物的那种学名的话，我还是知道的，就是他那个药实际上我是认得，但是我当时想的是肯定又是些那种乱七八糟的药，他拿着在吃，然后我没有想是我自己哪些药不认识。